拉姆納拉揚拉姆。當我們的國家尚未獲得自由時，有一位名叫蘇爾喬森的自由戰士，他來自一個名叫奇塔的村莊，現在屬於東巴基斯坦。當他被絞死時，巴拉克布拉馬查里吉站在監獄外處決之後，他將蘇爾喬森的靈魂捧在手中，並使他得到了解脫。當納圖拉姆戈德賽槍殺聖雄甘地時，他得到了解脫，但甘地轉世成了一隻青蛙；而當賈雅哈拉爾尼克魯去世時，他轉世成了一隻老鼠。甘地和尼克魯的今生是一種懲罰，因此今天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個人都應當明白，如果他們做了錯事，他們同樣會受到懲罰。沒有人被要求在一天之內放棄自己的宗教或信仰，只是希望你在睡前誦念拉姆納拉揚拉姆。如果你不誦念拉姆納拉揚拉姆並進行冥想，那無論是什麼宗教或神明都無法拯救你。地球上的所有樹木和植物終有一天都會倒下，地球上將發生毀滅，所有的一切都會被摧毀，之後一個新的世界將被創造。我們不支持任何政黨，莫迪和約吉是好人，所以你應該投票支持他們，保持他們掌權。尼克魯家族應該將他們所有的財富歸還給公眾，只有這樣人們才會說國大黨是一個好政府，只有那時人們才會支持他們，我們也會支持他們。如果尼克魯家族不這樣做，就沒有人會支持他們，他們也將不被允許繼續生活在印度。正是這個家族一直維持着印度教與穆斯林之間的分裂。還活着的甘地家族成員必須理解我們國家的現實，他們非法獲得的所有財富都應歸還給印度儲備銀行。這個家族越早放下執念，他們就越早能夠獲得解脫，這個國家也將變成一個美麗的世界，國家的人民將賦予他們新的生命並支持他們。你應該聯繫香卡爾薩卡爾，他會告訴你該做什麼，不該做什麼，他將揭示你的過去和未來。